来看嘉义东石和基地沿海这金目鱸鱼是饲介济，不过最近受到天气影响，造成鱼温的水质无稳定，顶一阵放的这鱼仔拢感染着病毒。嘉义县水产大部疾病检验站就讲，这鱼民就要注意这温的水质加鱼的密度，做好管理就会当控制疫情。水产动物疾病检验站的医生检验鱼民送来鱼仔甲水质。即阵嘉义县饲金目鱸的渔民，拢拄着鱼仔去感染病毒的代志。渔民讲上严重，一工就400外尾。百几尾安尼，百几尾死去安尼。一骨百几尾死去。去年无较无这个问题啦，今年这个问题较严重。对啊。这是什么原因吗？应该是红彩病毒，或是气候影响。啊，拄好拄着咱所谓南风北风吼，安尼咧行，造成咱的气压较无稳定，啊，环境拄好啊，适合这个病毒的生长。啊，所以造成传染的是会较严重小可。嘉义县预计布袋甲东石是台湾市金目鱸上侪的所在。为4月开始，水产动物疾病检验站就拢有渔民送鱼仔来检查。医生讲，因为4月到6月的天气，本来就鱼仔较会着病，只是今年天气搁较歹，所以才有鱼病疫情感觉会真严重。这段时间拄好是咱鱸鱼放仔仔的时间点，啊，所以渔民咧放鱼仔的时阵，因为受到气候的影响。加上因为天气足久无雨水啊，所以引起到伊的阿莫尼亚硝酸拢有较严悬，甚至困得较歹，被困较侪的状况。渔民讲，去年金目鱸的价格袂歹，和今年饲的量有增加。水产医生表示，即阵放的仔仔若是无健康，嘛是会来破病，有着病窟仔，也是爱甲水质控制好势，互鱼仔豆豆恢复健康，才是阻挡鱼病传染上好的办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